时刻许你救主恩深，谁有肉生死你足为我心。我许你，我真许你，每时刻我许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为时刻许你救主恩深，谁有肉生死你足为我心。我许你，我真许你，每时刻我许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为时刻许你，或忧或乐，主若不来同居，我就往火。我许你，我真许你，每时刻我许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那请我们前奏，我们唱第4节。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虽然外面的天气是阴暗的，但是光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时刻都为主来发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光中行，不在黑暗里。愿主带领我们，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崇拜的仪式当中都能够进行顺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所有的崇拜的当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以你大能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你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高台，又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艰辛来投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谢谢主，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光发现照耀我们，让我们成为光的子女，不在黑暗里行。愿你施恩来带领，使我们在光中能够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合一，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运作都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所有的一切安排都进行顺利。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您垂听，并求您连续我，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驱赶仆人。您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若我们在这周在言语上、行为上得罪了你，求您赦免。求主教导我们顺服你，而不要顺服世上的情欲。求主教导我们警醒，保守今日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有主的同在。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敬拜小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前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心的
会众请坐。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呈现，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呈现，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举手向永生之主呈现，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呈现，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你用真理和亮光引导我回到你的殿中，我就走到你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当我定睛仰望你，我的心不再忧闷烦躁，我要称颂赞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帮助。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你用真理和亮光引导我回到你的殿中，我就走到你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当我定睛仰望你，我的心不再忧闷烦躁，我要称颂赞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帮助。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诗篇43篇这里说，我就走到神祭坛，到我这里最喜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你生命。你用真理和亮光引导我回到你的殿中。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创造天地的主，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受，荣耀受。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
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11篇，在我们旧约641页。那各位可以参阅投影片。上半节由诗会来读，应由下半节会众来应。我们一起，诗篇111篇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是永永远远坚定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第10节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一起来恭祷，我们为教会事工以及国家与世界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中南美洲国家海地来祷告，求主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海地人民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更能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逢甲卫理堂的会友以及汤组合牧师祷告，求主让逢甲卫理堂的教会丰建充足，教会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仍要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来祷告，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国家仍在战火之中。我们为他们的人民祷告，求主止息战火，让和平尽早降临这些国家。我们也为教会的青年学子在暑假中预备各种证照、国家考试向主祈求，求主保守他们有好的作息规划，也有好的体力跟智慧。我们为此祷告，也保守所有会友在假期中出入平安。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圣经经课在列王记上20到12、3章的3到14，我们请廖寻生姐妹来恭读。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列王记上第2章10到12节，第3章3到14节。教会旧约圣经331页。列王记上第2章第10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第3章第3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
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第二处经课在约翰福音第6章51到58节，教会新约圣经107页。约翰福音第6章第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以上是上帝的话。我们谢谢。我们谢谢廖寻生姐妹。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15至20节，在我们新约圣经的214页，在投影片上也有哈。好，第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献诗，诗班要为我们献的曲目是《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们谢谢诗班。以下时间由本堂蔡伟文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主题是为黑暗之处带来光明。我们请蔡牧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说唱艺人，他常常会讲一些段子，然后常常会应邀去各个地方去分享一些的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叫做脱口秀。那有一次在一次的场合当中，他就开放给人说，需要我讲一段什么样的故事或内容的话，或者是要朗诵什么样的内容，请告诉我，可以投单上来。那有一个老先生，他就递了一张单子上去，然后就告诉这个艺人说，请你读一下诗篇23篇。好，那这个艺人呢，他不好回绝，虽然他可能没有这个信仰，但是他知道这一篇诗篇，因为在国外他们都是很常会念这些诗篇里面的内容，所以他就念了诗篇的23篇，得到了很大的回响，大家拍手鼓掌，因为他念的实在太好了。但是这个艺人他不甘受辱，他就跟这个老人家说，那是不是也请你念一下这个诗篇23篇？这个老人家应他的邀上到台上来，然后一样读了诗篇23篇。读完之后，台下的人鸦雀无声，然后纷纷的有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这个说唱艺人他深感到一件事情，他说，我懂得诗篇23篇，但是这个老人家认识这个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一位牧者？这一位真正给我们带来安慰跟平安的牧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也许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或许我们在工作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在做礼拜的时候一样，可以看得到弟兄姐妹，可以看到牧师，但是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有一位牧者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所在的地方都没有缺乏。牧师要先跟大家表达感谢，谢谢大家在昨天我的母亲的告别式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不辞辛苦很早的时候就到会场当中来参与。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为牧家祷告。那我跟师母我们感受到被爱，而且我们也在这里感受到我们荣光堂是有爱的教会因为一早6点半就要开始入殓的仪式，那很多弟兄姐妹很早就来了，那我心里面很感恩跟感谢那没有办法诉说完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行动上的表现，那谢谢各位的这样的关心。那我们昨天已经都完成，那谢谢大家的一个安慰跟鼓励那牧师这边跟大家鞠个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可以跟我的妈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可以做一些的表达。虽然我的家里面是用道教的方式，但是我相信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告别式，在那里的一个会场当中，让我的弟弟，让我的家人看到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人谈到用钱或是用权势，或者是用压迫或用各样的方式来要求别人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成长，能够彼此蒙恩，这是上帝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极大的祝福。所以我在昨天的时候我说，我很荣幸，我有肉身的弟兄姐妹，我也有这个灵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都有交通。那我们向上帝献上感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整体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来接纳包容，也彼此的相爱，让这个爱继续在我们的团体当中。那当然人生当中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些破碎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不完美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然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完美跟美好的一个新的形象。那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后来看到这个图，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他说，即使你破碎，但是你仍然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个破碎的瓷器，它装在这个玻璃的罐子里面的时候，它又成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跟一个新的器皿。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像这样，是破碎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不完美的，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或许我们可能生命当中有破碎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遇见人生各样的难处跟问题的时候，知道当我们常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又成为一个新的，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荣耀跟新的盼望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一起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我以前在刚念神学院的时候，刚入学考试考上，然后在教会里面就有爱心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给了我第一笔人生当中第一笔收到的个人的奉献。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母亲她一再的提醒，她说你现在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这个要准传道人，那你要珍惜跟爱惜别人所给你的这一笔金钱，让它成为最好的使用。好，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为主发光。我们要为主发光，所以是金子到哪里都是发光的。好，但是如果是银子的话，有时候当我们管理的不好，可能到月底之前就会花光了。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到哪边都要为主发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金钱，没有好好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月底就要吃土了，就要把银子都花光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样的资源，因为每一样的资源都是不容易得来的。所以在新教的一个建立的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约翰亚当斯，他写了一本叫《国富论》的一本书，里面特别提到新教是造成欧洲可以开始能够富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人们都以为工作来荣耀上帝，所以尽量的能够在工作荣耀上帝，而且能够来储蓄，将这些的上帝所赐的能够来好好的能够储蓄起来。所以我们卫理公会里面对金钱观，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卫斯理曾经这样说：要尽你所能的去赚钱，尽你所能的去存钱，但是要尽你所能的能够去奉献。上帝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赚钱不是罪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存钱储蓄不是罪恶，但是要怎么样去运用金钱，那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能够善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的资源跟金钱的人。好，所以圣经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光，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有光来发现、来照耀的，所以我们在的地方应当都有光。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1章5节，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好，我们一起念来：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是光，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光的子女，我们就是光明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明之子，我们所应当行的，应该是要显在光的里面，而不是在黑暗里。特别在现在的世代里面，在很多地方是见不得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好，所以在这一章的第8节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女。请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除了在这里能够有光的聚集以外，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有光，在黑暗之处能够来照亮？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光的子女，我们是否能够在黑暗当中来带来一些的光明？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叫做这个圣法兰西斯哈。那他也有一份非常美的一份祷文。那圣法兰西斯他在这个天主教里面，他叫做环境的中保，就是他是一个很重视环保的人。各位如果有机会去 Google 这个人的话，他的这个一生，他是一个很有富有的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却把他的金钱全部都散尽了，然后他甘愿成为贫穷。他称呼他的身边所有的一切自然之物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家人。所以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太阳哥哥已经从这个东边升起了，月亮姐姐在那个地方照耀。他常常用这些自然界的一个话语，能够来看到自己跟这个自然界上帝的创造的融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环境保育的一个中保。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来 Google， 包括现在的教宗叫方济各，他也是从圣方济这个名词过来的。圣方济就是法兰西斯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爱惜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他写了这一首的诗，他教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怎么样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这一首诗歌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祷文。那我用唱的好了，因为可能用念的可能感受上可以用唱的可以更加的明确。那我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如果你会唱的话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一首圣法兰西斯的祷文。我们一起来唱备来。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
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弟兄姐妹，这个是圣法兰西斯的祷文。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使我成为和平之子，在绝望的地方能够播下盼望，在受伤的地方能够带来医治，在赦免的地方，在没有赦免的地方能够带来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不知道黑暗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发光？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有很多价值观，有很多的一些的人为的这些的思想跟看法，是跟上帝的价值观是冲突的。所以，当我们要带进上帝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带进神的价值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冲突，因为大家都不是这样做，然而我们却是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本来就是一群叫做不被世界欢迎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教会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然而，光进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个地方发光的时候，也许你会碰到有一些的拦阻，也许你会碰到有一些的反击，也许你会碰到有一些的问题，也许你会碰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但是我要坚持这样做，好像格格不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对的。当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这才是对的。当世人认为什么样才叫做美的时候，而我们却认为上帝的创造一切所有都是美的。当有人来限制说，只有有钱的胜利组才是能够叫做被看到的，而我们却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价值，那些价值观都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看到怎么样进到黑暗里，让光能够带进到这当中。所以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在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5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光明之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行为上像个光明之子。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我们都上教会做礼拜，然后在这里读圣经，在这里祷告。其实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来过生活。可能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可能大家有听过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开始在做一个这样的运动，叫做 WWJD， 意思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在这样的情境里，耶稣会怎么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耶稣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或是我们在与人相处上，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想到 What will Jesus do？ 什么是耶稣会做的？在这个时候，耶稣会做些什么？那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智慧在这当中。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想法，或是要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去做事，但是我们却没有来按照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用智慧当像一个智慧人一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生命的智慧，能够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能够像智慧人，而不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真正能够来活出基督样式的，并不是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而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教堂里做礼拜的时候，好像非常的敬虔，但是我们回到家里面，回到工作的地方，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这样做了。好像我们的生活分成2个阶段，一个是在教堂里面的生活，一个是在家里面的生活，或是在其他地方的生活。其实上帝要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是活的一致，活的生活上面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16节，怎么样来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的地方，一起念来。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常常抱怨说这个世代很邪恶，这个世代是有邪恶的势力，或者是好像这个光明被遮蔽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以至于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很多人以为说这个词好像跟我们一般讲的爱惜光阴一样啊，所以我要这个按照时间啊，我要这个时间上要控管好啊，或者是我这个不能够有迟到或者是什么样。很多当然这个意思有这些的含义，但是超过了这个意义。各位知道，在台语圣经里面，如果各位有读台语的汉字版的圣经的话，台语汉字版的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要保惜，他说保惜机会，他说要保惜机会，要爱惜那个机会。你在每一个机会的当中，都要能够去好好的把握，都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因为每一个机会都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能够荣耀上帝的时间。每一个机会都是上帝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来使用的时候，让我们能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浪费光阴，我们就是在爱惜光阴。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的机会，为耶稣来做见证。以前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我们也有过，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过世，那因为他的妈妈也是就是没有信主。但是这个弟兄他信主了，然后他的邻居朋友来关心的时候，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唱诗歌，去为这个家庭来祷告，那也帮这个我们的过世的老姐妹合上眼睛。那后来这个他的邻居旁边就问说，这个是用台语讲的，他说：“恁讲做念爱偌济钱啊？”听得懂意思吗？他说：“你们来跟人家那个助念念经的话，要花多少的钱才能够请到你们这一团的人可以来？”那时候我跟他的回答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用到任何的钱，我们不用钱，我们是用爱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心是无价的，没有任何金钱可以去衡量的。但是当我们在那里说我们用爱心的时候，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爱惜你的机会？当你能够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能够告诉人，这是因为我的信仰的缘故。所以很多人在有一些吵架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去和好，能够主动的去跟人家有一些恢复关系，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可以去获得的利益或好处，而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年轻孩子，跟很多年轻人在要进入婚姻当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其实不要在乎好像觉得讲对不起是很丢脸的事情。对不起不是为了对错，而是为了关系。当你能够讲对不起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事情是对或不对，而是为了我很珍惜这个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惜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为上帝做见证的一个美好的机会。所以包括我们的生活都可以用来荣耀上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站上讲台，只有站上哪一个位置服侍才是荣耀上帝。当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很好的生活，当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荣耀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能够好好来荣耀上帝，而不是只在乎说，我有没有哪一个位置，或是我有没有奉献多少钱，或是我有没有什么样的身份或地位。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可以拿来夸口的，唯有夸口的就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几个提醒。我们看17节的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一起念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常常我们需要去了解，知道上帝的旨意为何，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当我们睡觉醒来的第一件事情，要问上帝说：主啊，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的？今天有哪一些事情是我应该要去行的？愿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知道怎么做，给我方向目标，让我知道怎么做。有一个日本的女牧师叫松田春子，她好像叫松本还松田，我不知道的，忘记了。但是这个人她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是服侍一群街友的人。这个女牧师她在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其实她要服侍的街友是很多的，她要常常把一些的食物拿到公园去分给这些街友。礼拜天的时候，教会要煮爱宴给这些街友来吃。当她服侍这些街友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钱在哪里，但是她早上醒来，她就会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请你告诉我，我们今天要准备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吃日本料理吗？我们要吃中华料理吗？或是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请你赐给我们。这个牧师，我看到他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惊讶。他每一天在靠信心过生活，每一天别人供应他什么，他就用这些东西来煮给这些街友吃。各位知道，其实日本是一个相当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是很匮乏的，他们又不愿意去跟人求助，所以许多的服事都需要在这当中。然而这个牧师他也没有办法去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是最基本的，上帝你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所以在他的祷告当中，每一天他都跟上帝求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富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有需要在什么样的地方能够来给予一些的帮助，让能够去帮助人的人有资源跟有这些能力去帮助他们？包括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的所有的奉献跟资源，应当用在社会的事工，也应当用在教育的事工上面。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在社会的关怀，还有包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还有这样信仰的成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明白主的旨意为何。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能够了解自己是软弱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刚强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能够知道，上帝在今天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带领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给我们提醒，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来看一下1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大概有点可以类比各位如果有醉酒的经验的话，当然我不晓得了各位如果有醉酒的经验的话，其实圣灵充满跟这个很类似。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醉酒不一样的地方是，醉酒会使人放荡，但是圣灵充满会让人在基督的管理之下，能够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被圣灵来充满，也需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尼托生，他说什么？他说：我愿意让圣灵有完全的自由，但是不容许我的肉体有些许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放纵是容易的，但是能够约束自己是很困难的。所以能够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碰到有年轻人在挑战他
他这样说，他说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限制？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要求？好像让我们有很多的不自由。然后这个牧师的回答很妙，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要完全的自由的话，那就是直接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能够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你要完全的自由，就是你不用管任何的人，你不用管任何的环境，你大小便全部都可以拉在裤子里面，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圣灵管理、被圣灵来约束是好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需要被约束，也需要被管理，因为这些会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的心来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每一天我们是否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心智来看，每一天我都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敬拜上帝的时刻。我们来看一下19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不是只有在礼拜堂那个20分钟的敬拜，而是让我们能够把敬拜的时间带到我们的生活，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带到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这个礼拜天的时候，他需要开计程车，然后他就跟牧师讲说：“牧师，我礼拜天是我开车最赚钱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能够去赚钱，然后不要来做礼拜？因为我没有时间来做礼拜，我可能必须要去载客人，我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牧师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分别为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让你的计程车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让你所在的空间，让你所在的时间成为敬拜上帝的时候，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才敬拜上帝？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带我的母亲到教会里面来。那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对教会也很有兴趣，她常常听到教会的诗歌的时候，她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她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当她回到家里面做家事的时候，在拖地打扫的时候，她一边唱着诗歌一边打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也能够常常唱诗赞美来歌颂上帝？我们常常觉得教会的诗歌好听好棒，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诗歌带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当我在工厂工作上班的时候，刚毕业在工厂工作上班的时候，我是派到一个纺织厂里面的一个这个纺织机的部门里面，我们有10个人，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等候分发。我们每一天做的都是很无聊的工作，就是要把丝线割开，要把布处理掉。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跟一些的外劳，跟这些的外籍移工一起在那边工作。所以有很多人会在那里抱怨：我堂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历，为什么我要来做这个工作？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来做每一天要做这些的事情。当我回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我的牧师告诉我那句话，让我一生能够得到很大的受用。他说：有的人在嘈杂的厨房里面，然而他的心却像在圣殿里敬拜上帝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安静的礼拜堂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却像是嘈杂的厨房一样。当我接受了我的牧师这样的一个劝导的时候，后来我去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虽然机器嘈杂声很大，但是我仍然在那里唱诗敬拜。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被分发到不同的单位去，只有我被分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机台是穿中机，是一个穿丝线。各位如果知道布，它是要有穿丝线，然后才能够织成布的。好，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因为那个是一个穿线的地方。好，所以当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去，所以我就跟我的长官问说：请问一下，为什么只有我到这个部门去，其他的人还是留在原来的那个很嘈杂的环境里？这个
我的长官，我的这个长辈，他就这样说，他说，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只有你还在那边唱歌啊，还在那边好像很高兴的样子，所以我们觉得，你应该很适合这一份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很多事情会改变的。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办法来脱离跟离开。但是在这个地方，当你在那里唱诗敬拜的时候，上帝要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让你从这个困境里面被抽出来。上帝帮助我们。其实我是因为愁苦唱歌的，但是别人却认为我是喜乐在那里。愿上帝祝福我们。诗歌其实力量是很大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敬拜不是只有一天，而是我们的每一天；不是只有做礼拜的时候，而是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敬拜上帝的时候。然后最后20节的地方提醒我们要凡事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凡事谢恩，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在华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困在那个情境里，说啊，你看我现在的困境啊，好像我现在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而，上帝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意思，上帝的作为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圣经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告诉你哪一件事情叫做好事，哪一件事情叫做临到你的时候是不好的事情。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其实上帝给我们每天恩典是很多的，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他所赐的一切。然而我们常常是忘记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忘记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我们可以忘记我们可能有一些小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包括我们的今天工作可以成功，包括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好的把事情完成，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忘记恩典的人，而是能够成为一个充满恩典，能够每一天数算恩典的人。所以刚刚提到这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做。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光明之子在各个地方都能够为主来发光。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这个黑暗权势笼罩的地方，好像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以赛亚书9章2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需要看见光。人看见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带了光进到这个黑暗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他说：“是光，不是要做光，是我们就是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为是不能隐藏的，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行为，还有所有的一切，上帝看见，人也会看见的。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世上是光，光要照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光照进黑暗里，黑暗不能够胜过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灯光熄灭的时候，我们的礼拜堂可能会比较暗，但是我们打开灯的时候，这个光就充满了整个房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有光的地方，除了我们遮蔽起来以外，要不然的话，没有发明叫做电暗这种东西。听得懂意思吗？你没有一个开关可以一开，然后就把光给熄灭掉，没有办法。你只有光能够在黑暗里面，让一切的黑暗能够除去。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光，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当光发现照耀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第二个，我们看到光明之子在生活上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活每一个时刻都是为荣耀上帝而活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9章31节说，对不起，10章31节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荣耀上帝而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做的。今天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刻，都为了荣耀上帝来做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的光也当发现，照在人前。那个光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我们的好的行为。马太福音的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好行为就是光，能够在这个世代上面能够来让人看到光。所以正直就是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依然做对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们仍然要做对的事情，以至于能够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就看见光在这当中。每天早上我都常常我都会早起去买早餐，跟师母一起吃早餐。然后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骑车在外面的时候，红绿灯那个时候变成是参考用的。各位能够知道那个意思吗？早上6点钟的时候，当我骑着摩托车出去外面的时候，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我这边是绿灯的，好，那我要骑过去的时候，在我的右侧这边是一个也是年轻人，然后他要骑车过去的时候，他因为是红灯，他必须要停下来，他很有礼貌的，他先停了下来，然后看我骑过去之后，他左右看之后再冲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红灯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没有人，那我就冲过去？这是正直，这是我们看得到的一个行为。我们会不会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做那个想做的事情？有一个弟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曾经他在停红灯的时候，他看到后面的车子那个 Foodpanda 冲过去 ，Uber Eats 冲过去，然后他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停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要冲过去。结果后来，当他在那个1秒钟，心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要做这个事情。他那个时候停迟了那1秒，他说有一部车子刚好从他的左边这样冲过去。他说，如果那1秒他没有忍住的话，就直接撞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正直是没有人看见，我们仍然做对的事情。第3个，光明之子在每时每刻每个地方都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不是只有礼拜天，而是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敬拜上帝。所以十诫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的诫命，十诫里面说什么？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口唱心和，而不是嘴巴唱的跟口里面不一样。所以有一段话给我们提醒，他说，平时我们对上帝是不理不睬的，但是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在这里高唱主我爱你，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恶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不一致的。上帝帮助我们，心口一致才是圣经里面讲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口还有心是一致的，让我们所敬拜的是真实的敬拜，而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而不是只是在嘴里面讲的那样的敬拜。所以每一次的敬拜不是只有20分钟的时间，每一次的敬拜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活在敬拜的里面，每一天都活在敬拜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带来光。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小动作行为就能够使人感受到光的温暖。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让人看到有光。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你来发光。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愿你给我们智慧聪明，也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常常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美好的旨意，也是给我们喜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件的事情遇到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上帝必有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陈牧师的正道。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为虚主，在心灵粮食选339首。我们来变化一下，13节请姐妹唱，24节让弟兄唱。那副歌的部分在一起唱。请坐。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您所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使用。我们从您所赏赐所得取出1/10，现在坛前，求主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请视线到台前。那第一次。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还未预备奉献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您坐在位置上，让奉献袋经过您的旁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向主献成歌》。我
天没有新朋友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各位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情哈。去哪里？好。下周主日是8月25号，国台语2堂都由牧恩之家的陈前陈牧师团队来分享讯息，我们也为牧恩之家的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然后下礼拜有升级礼。教会中的儿童或青少年要进入新的环境小学生、国中生、高中进大学的，高中不是现在进大学好，请为教会的新生代祷关心，期待教会中的青少年能够回到新的世代，使教会跟社会都蒙福。那如果有升级的小朋友，先记得要带来好。那教会将在9月1号安排主日服事同工座谈会，9月1号。好，邀请要参与招待、司献或是主日点名的同工，有心想做这件事情的同工都可以来参加了解。好，教会成人主日学在9月8号开课，请为老师课程的准备好，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来代祷。本学期会开设3个课程，天一兄跟卢君姐在1楼副堂会有一个诗歌赏析跟教唱的课程，非常的精彩然后邵文兄跟伟翔弟兄在201教室会开一个每日研经释义的之演绎的课程，还有钟雄老师跟贺弟兄会在6楼开一个铁上儒一家前书跟后书的课程。那欢迎各位弟兄姐妹都选一个去参加因为同时间只能选一个啦好，那报名可以洽办公室。那我们教会113年秋季的制服艺人学院已经开始招生跟报名，9月23号就开课了。我们可以请各位为老师预备还有学员的学习状况代祷。那也欢迎各位来参加，最好是可以期待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更好。好，我们2024年的暑假教会开放6楼，规划了阅览室、K 书中心跟运动休闲，有乒乓球，有益智桌游，那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期间是从8月29号开始，每周的1、2、5的2点到6点半，
每周三的4、6，乡亲可以参阅参阅那个办公室的公布栏。那对象是就是我们的家长、亲子、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位的同学，都欢迎带他们来教会参加。好，那卫理神学院延伸班教会通史的课程，我们请到刘清乾牧师在下学期9月20号星期五晚上开始上课。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此关心代祷。那消息有在公布栏上，已经开始登记报名了。好，那我们为教会的各项事工推动来关心复兴守望。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参加礼拜4晚上的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那也有线上，在我们的总版的赖群组里面，每个礼拜4晚上都有个连结，欢迎各位在线上参加。好，那会有在报税期间呢，如果想要改成不用纸本来申报的话，请到办公室登记身份证字号，明年起就不用核对纸本，我们奉献的资料总会直接上传到国税局，所以你在报税的时候直接下载的单据里面就会有你的申报资料。就不用拿着那一张单据去逐项申报哈。好，那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请跟教会那个办公室登记，只要身份证字号就可以了，就是报税人的身份证字号。好，那8月的执事会会议记录跟7月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弟兄姐妹关心祷告。那支期消息方面，要提醒各位，现在台风季节天气变化蛮大的。那有雨有风的日子，气温降低，有时候会差到10度左右所以请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还有注意保暖。那也有注意居家清洁，还有环境卫生等等尤其是最近肠病毒，还有像新的那个传染病 M 痘，各位知道吗？以前叫猴痘。如果出入国外的或国外的朋友回来，各位要注意那个症状，有状况要赶快去找医生好，那身体不适的部分，请各位参阅周报，然后为这些弟兄姐妹代祷。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让我们所到之地都有光发现照耀我们，让我们所在的地方也能够带来光，使人能够蒙受光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受。请坐，请一同在殿乐中默祷。如果需要牧者为您祷告，请至台前等候。